哇！而家世界咁亂，邊個國家係最安全去住㗎？答案就係紐西蘭。2025年全世界最安全嘅地方咧，佢係頭三甲嘅。因為咧紐西蘭咧係遠離嗰個亂嘅地區啦。第二咧就係佢本身咧嘅糧食咧係非常之豐足嘅。佢哋人口大約係500萬啦，但係咧佢哋本身每年出產嘅糧食咧係足夠佢8倍嘅人口咧去食用嘅。咁同埋咧就佢稅務方面咧好優惠喎。佢哋冇呢個增值稅啦、遺產稅啦，同埋咧新嘅移民咧喺頭嗰4年咧係免稅嘅。定居方面咧係可以有幾種嘅途徑啦，留學啦、技術移民啦、做生意啦或者投資，住滿5年咧就可以申請入籍，而且攞到呢一個紐西蘭嘅公民嘅咧可以跳板去澳洲添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申請咧，請你馬上去 inbox我，我就可以做你免費評估啦。